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11，旧历的8月13，礼拜三。明年的总统大选，郭台铭甲柯文哲是毋是来结盟，是外界正关心的焦点。因两人早起一透早，做伙到新竹的城隍庙拜拜，而且郭台铭阁送月饼予柯文哲的爸母。月饼内底阁藏4张的纸条啊，其中一张是写“莫忘初衷，唔通袂记你初发心”。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外界有袂少的猜想。28月23，郭台铭、柯文哲合体又过19天啊，因两个人搁在同时现身，身边也阁有看到柯文哲的爸爸甲妈妈。以上明香，香烟沉沉，神仙。妈妈邀请郭台铭到新竹的城隍庙拜拜，郭台铭嘛坚持礼数周到，特别甲月饼送到官家，精心挑选的月饼，也阁有附纸条啊。平安喜乐。详细看4张纸条顶面前2句都有写“莫忘初衷，为民为国”，也阁有平安喜乐甲健康如意。莫忘初衷这4字，又阁引起外界好奇。莫忘初衷的上一句是为国为民，那其实一直以来也就是郭台铭先生跟柯市长一直以来的信念嘛，就希望说能够为台湾好，为中华民国好。外传郭台铭可能会上演中秋起义，宣布投入大选。不过今仔日的过党的一路笑眯眯，请大家欢喜过节，食月饼，期待一路变达。